黑泽明是举世公认的世界级电影大师，有着日本电影教父、电影天皇的美誉。他一生执导了许多经典的电影作品，荣获了数不清的荣誉和奖项。那么黑泽明电影代表作有哪些？黑泽明导演的哪部电影最经典？下面细说小编为大家盘点黑泽明最好看的10部电影，一起来了解下吧。1. 罗生门。罗生门是由黑泽明执导，三船敏郎、金听子、森亚之、志村乔主演的剧情电影，于1950年8月26日在日本上映。该片讲述了武士被杀后，盗贼、武士的妻子以及武士的亡魂为了减轻自己的罪恶，掩饰自己的过失。3位当事人向审判长讲述了3个不同版本的案发经过的故事。此片是黑泽明导演的经典之作，获得了第24届奥斯卡金像奖荣誉外语片奖。黑泽明也在第23届美国国家评论协会奖上获得最佳导演奖。2. 七武士。说起黑泽明导演最好看的电影，这部七武士绝对是绕不过去的经典。影片由三船敏郎、志村乔、金岛惠子等主演，主要描写了日本战国时代贫穷家村百姓为保卫家园，与故来的7位武士联手击退强盗的故事。该片是日本电影史上最重要的作品，被电影寻报选为历史上最佳作品第1位，还获得1954年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2018年登顶 BBC 百佳外语片。3. 战国英豪。战国英豪是由黑泽明执导，三船敏郎、千秋实、藤原辅租、藤田静等人出演的古装动作电影，于1958年12月28日在日本上映。影片讲述了日本战国时代秋月国为敌国所灭，大将真壁六郎太保护公主雪姬逃亡的故事。在第9届柏林电影节上，该片获得了国际影评人协会奖，并提名金熊奖。黑泽明也获得了银熊奖最佳导演。4. 德尔苏乌扎拉。德尔苏乌扎拉是黑泽明执导的一部剧情片，改编自俄国地理学家阿尔谢尼耶夫的游记，在乌苏里的莽林中，讲述了沙俄军官阿尔谢尼耶夫和赫哲族猎人德尔苏乌扎拉之间的超越阶层与等级的友谊，于1975年8月2日在日本上映。该片是黑泽明导演的电影代表作，获得了第4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第9届莫斯科国家电影节金奖等大奖。5. 影子武士。在黑泽明导演的所有电影中，细说最喜欢这部战争历史片《影子武士》，于1980年4月23日上映，为该年度日本10大卖座影片第1位。曾入选日本名片200部，黑泽明也凭此片获得第25届意大利大卫奖最佳外国导演奖、第34届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最佳导演奖。在此片中，黑泽明用恢宏的气势、浓郁的色彩、针锋相对的对峙与冲突、别具一格的影像造型，深刻无情的解剖和展示了人类灵魂。6. 乱是由黑泽明执导，重代打史、四尾聪、根津慎八、龙大介联合主演的战争片，于1985年6月1日在日本上映。影片以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为灵感，取自日本战国时代的一段寓言故事，讲述了日本战国时期一个虚构的异文字家族因自相残杀而走向灭亡的故事。凭借此片，黑泽明获得了第30届意大利大卫奖最佳外国导演奖，也被提名第5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7. 红胡子。红胡子是由黑泽明执导，三船敏郎、加山雄三、山崎努、团令子、香川京子等主演的剧情电影，于1965年4月3日在日本上映。该片改编自山本周五郎所著小说《红胡子诊疗谈》，以江户时代幕府设置的医疗机关小川医院为舞台，讲述了在那里上演着的庶民们的生活及所长红胡子跟着青年医师的心灵交流。在第39届日本电影寻报奖上，黑泽明凭此片获得了最佳导演奖。8. 天国与地狱。天国与地狱是由黑泽明执导，三船敏郎、重代打史、香川京子等主演的悬疑电影，于1963年3月1日在日本上映。影片改编自爱德华麦克伯恩所著《国王的赎金》，讲述了某鞋业公司的专务权藤金武与绑匪银次郎之间的惊心动魄的故事。该片获得了第37届日本电影寻报奖年度日本电影10佳第2名，第18届日本每日映画大奖最佳影片。9. 电车狂。电车狂是由黑泽明执导，头石佳孝、半纯三郎、渡边笃、井川比佐治等出演的剧情电影，于1970年10月31日上映。
影片根据山本周五郎的短篇小说集《没有季节的小镇》改编，讲述了生活在仿如废墟的街镇上的人们身上发生的充满悲欢离合的故事。该片获得了第44届日本电影寻报奖年度日本电影10佳第3名，也在第44届奥斯卡金像奖上被提名最佳外语片。生之欲。生之欲是由黑泽明执导，志村乔主演，千秋实、藤原辅足、金子信雄、中村伸郎等主演的剧情电影，于1952年10月9日在日本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个身患绝症的市民科长，结束自己30年公务员浑浑噩噩的木乃伊生活，寻找人生意义的故事。该片获得了第26届日本电影寻报奖年度日本电影10佳第1名，在第7届日本每日映画大奖也获得了最佳日本电影、最佳编剧等多个奖项。